一間屋終於安靜了，一顆心先開始動搖，自細很聽教，笑容何其重要，容讓是禮貌，都已不可缺少了，一盞燈只好熄滅了，一粒星顯得更寂寥，難道我寧願他人可？最後連想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得多麼少，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只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去。能耐耗直到幾多歲？留住笑面，結果將裡面粉碎。全是內疚感不吸引，還有一種感覺更空虛。來到這種感覺太唏噓，連面對自己也開始想潑冷水。唯一的願望提示我。自問仍能如孩子